咱做伙为着个人咱来到遮，求主来开咱的心窍吼。人一开始就想要拄久安尼吼，开咱的心窍真正，因为迄个魔鬼撒旦就是要遮砍咱的心，互咱听袂落。恳求上帝圣神开咱的心窍，来帮助咱会通明白主的真理。也为着今仔开始有这白话语这基础班，佮有咱的到个领袖小组，佮有这青年要去外口宣教的筹备，求主来掌管。即礼拜六有千年人因伫拜六的暗时的礼拜，有稳定的破奖吼。弟兄要分享因生命的故事啦，因安怎伫遐经历上帝稳定，伫遮用见证的方式、示我的方式，伫遮来分享吼。所以咱嘛会当拜六有闲，会当来听看卖吼，会当参与。为着台北区陈翠如长老吼，甲有小组长谢秀凤，这执事因所带领的有备有这小组的会长会家，咱为着因伫遮来祈祷。所以咱为着整个即礼拜所要做的分享是讲遮因带，咱恳求上帝透过因小组。搁较侪人会通伫生命中间来得到养赐甲供应。咱做伙起立，咱来祈祷，咱来守望，咱来祝福，咱来恳求上帝来听咱的祈祷，开声来祈祷。主你是我的主，我的好主在你以外。主啊，你也用这小组帮助我会通遮无讲徛起。我会通做伙学乐敬拜，做伙彼此来带导，做伙彼此来安慰，做伙彼此来祝福。愿主你来使伫阮中间，也是心爱主啊，你的圣是全然充满伫阮中间。我来经历你的同在，伫礼拜中间来拄着你，伫礼拜中间来领受你恩典，伫礼拜中间得到你快乐。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主，阮的好主无在伫你以外。因为你的供应，互阮会通到了搁有存；因为你的同在，互阮心有平安；因为你的赏赐，互阮会通成做分享的管道；因为你的医治，互阮的心灵拢会通得到自由，得到透放，会通好胆来到你神宝座前来得到你大大的命甲应允。啊，阮伫遮做伙学乐敬拜，愿主你来祝福，也求你透过你教示阮的祈祷文，阮要做伙来祈祷讲。愿天地白，愿你名圣，你国里到，你旨得成，伫对你亲像伫迄日，阮的日心定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进入去，救阮脱离敌歹，因国权柄荣耀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耶和华讲：当我要起来，当我要兴起，恁一生一世要得到安稳，有丰盛的救恩甲智慧财物。当兄弟姊妹，咱做伙起来，迦南教会要动起来，上帝国要搁再来兴起，咱要互相来祝福，我来祝福你。咱用欢喜的心，用歌声，咱做伙来学乐咱的上帝。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规划的境界，有主的同在，咱无搁想再怕。上帝手祝福你，互咱恩典满满心，咱爱彼此相听头。
头来。喜乐的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平安的境界，有主的同在，咱无搁受灾害。上帝手赐福气，互咱稳定满满心。咱爱彼此相听到，彼此祝福咱的将来。做来祝福。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稳定这么大，感谢手出伊路光。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喜乐的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平安的境界，有主的同在，咱无搁受灾害。上帝手赐福气，互咱稳定满满心。咱爱彼此相听到，彼此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稳定这么大，感谢手出伊路光。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再一遍，咱来祝福。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稳定这么大，感谢手出伊路光。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同的希望。同的希望拢伫这，甲咱教会向前行。再一遍，同的希望。同的希望拢伫这，甲咱教会向前行。搁一摆来宣告。同的希望拢伫这，甲咱教会向前行。哈利路亚！感谢主，请坐，请坐。同的希望拢伫遮，甲咱教会向前行。这毋是选举的口号，这是咱要宣告上帝国福音境界要临到，阿免吗？感谢主，主伊是咱一生的倚靠，有主伫咱的生命中，基督耶稣来做咱的伴，伊要甲咱同在，咱就通安然自在。主耶稣，因带阮的脚步，亲像点照人生的路途。无论风雨偌大，无论风雨偌大，阮一生我心要对伊行。伊要听阮阮的心肝内，有耶稣的人家己会知。无论人安怎看，阮的心要变化，有耶稣来生活着规划。咱的心连着行，基督耶稣
生活着归我，咱的生命着行基督耶稣来做伴，有困难伊拢嘛袂知影。咱的生命着行基督耶稣来做伴，为主出感恩的歌声。咱的生命着行基督耶稣来做伴，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咱的生命着行基督耶稣来做伴，为主出感恩的歌声。咱感谢主，伫咱的生命中，伊会伊的话语光照咱。虽然咱是有罪人，总是受伤的芦苇，伊无要压制；要发的灯火，伊无要拍熄。上帝要引带咱脱离黑暗，行向光明。主要帮助咱，主啊，请你拯救我。我的兄弟，请你拯救我，我的心坎坷你拢知，请你用你的话拯救我，你若就你是我。
主你的话一开听，就互愚妄的人有智慧；主你的话一出，就互遐个伫无五梦的中间的人看见五梦。伫忧伤的中间，会通得到安慰。伫毋知要安怎行头前的道路时，你的话就指引阮开一条搁新搁活的路。主你是阮的光，阮的拯救，帮助阮伫这个世代，伫阮目前的困难、逆境的中间，成做阮的帮衬，成做阮的困难，扶持阮。互阮因为你的陪伴，有你的拯救，阮就永活的不忘。愿主所阮每一遍伫礼拜中间，看见你真理中的奥妙，因为你的真理要叫阮得到自由，你的话要叫阮看见你的光。伫礼拜中间，帮助阮知影你的同在。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281首，圣诗281首。上帝即时临在，请起立吟全首。敬拜上帝，伫圣的主日，阮徛伫你面前，同心献上阮的敬拜甲学乐。阮感谢你的恩典、疼痛，拣选阮，
互阮归伫你，诚做你所祝福成的百姓。你爱阮旨意听探你的律例诫命，并且即首来行，就你要命令福气临到伫阮。你要甲阮拍开天年的库房，落及时的雨，伫阮的切床，甲阮的手所做一切的事，拢要赐福互阮，互阮入来得着福气，出去也要得着福气。互众人看见你的祝福，拢羡慕要来敬畏你。总是，阮要恳求爸上帝，怜悯赦免阮的软弱。虽然你已经将律例诫命向阮显明，阮却常常信心软正，袂当勇敢行出来。求你透过阮逐一个学经祈祷、主日牧师的信息，以及小组的分享，时时来坚固阮，互阮会当伫教会、家庭、职场，拢遵趁你的教示来行，互阮毋但得着福气，也互别人得着福气。阮要为着本主日有白话字班、阿加佩领袖小组、đoàn宣筹备会，求主掌权，互参与服侍的同工有属天的智慧甲气力来服侍，也特别为着本礼拜六青年所办恩典的破奖，特别的聚会有圣神的同在，神的灵运行伫聚会中，互参加的心受主的疼充满，得着心灵的安慰甲把助。互服侍的同工透过服侍，甲主若亲密。阮也要为着第八区区长田处瑜长老、小组长谢秀凤执事祈祷，互因充满上帝的疼，若服侍，若甘甜，若喜乐，带领组员同齐领受使命，互福音广阔，互小组继续来培种。带领搁较侪身边的人，同得到福音的好处。一时，阮恳求上帝伫敬拜中，用你的话来入伫阮的心，互欠缺的得到把助，受困縛的得到透放，心神忧伤的得到安慰，身躯病痛会当得到医治，有神热技术临到伫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人。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请咱做伙来体验文25篇，体验文25篇，也是诗篇103篇。咱做伙来体验。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施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类，因的性命亲像草。
拄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愿奉伊命来的家家子孙，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用心遵循对待的人，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愿主管好运万物，有大宽容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聚集于愿的属下，这声。愿奉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医治伊的车赛啊！愿奉着称赞上主，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愿奉着称赞上主，这声，我心心啊，要称赞上主。这是请圣乐队来献诗，轻轻听我。
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4章第8节到20节，使徒行传第14章第8节到20节。伫罗斯德有一人坐地，双骹无力，是对出事就软骹，拢袂捌行。伊听保罗讲道理，保罗注目看伊，看见伊有信，通得着好，就大声讲起来，双骹徛正平身，迄人就跳起来行。众人看见保罗所做，就用如哥尼的开口大声讲：这个神明照人的形，临到咱人，就称巴拿巴做丢师，因为保罗出头讲话，称伊做伊尼米。城外丢师的祭司牵牛仔摕花环到门前，要甲众人献祭。若是使徒巴拿巴、保罗听见，就拆里衫，跳出来，众人的中间，叫讲：恁大家啥事惊安尼？阮遮的也是人，甲恁同情，传福音互恁离开遮的无影遮的，来归伫真活的上帝，就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的。伊伫大圣的世代，拥稳万邦行因的路。若是伊袂捌无为着本身显出证据，就是行好事，甲恁对天落雨，照时出果子，用日食甲欢喜充满恁的心。因讲安尼，啉仔禁止众人无坐献因，总是有犹太人对安提阿以哥念来教唆众人，就用石头钉保罗，拍算伊已经死，就拖伊出城外。若是学生为伊，伊就起来入城。以上，请本堂主任牧师由朴宏牧师讲道，伊的题目是起来。请咱三甲来祈祷，做你开来帮助阮，互阮徛起来，会通伫遮来宣扬主你的福音，会通见证主你奇妙的作为，也互阮伫阮软弱中间，搁一遍徛起来，帮助阮会通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求你来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真理的教示，才有去行，互阮成做受恩的囝儿。祈祷靠耶稣圣名，阿免。弟兄姊大家平安。给咱做伙学老敬拜，也要透过主上帝的真理帮助咱，会通明白伊的真理伫生活，会通有好所行。伫5月25，咱知影即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有一位叫做弗洛伊德的即个非洲裔黑人伊受即个白人的警察伫遐压制，用骹头斧缀伫伊的颔骨咱知影后来有报道讲，即个弗洛伊德即个黑人是有确诊即个武汉病毒总是即摆还阁有伫调查，到底是因为讲即个警察甲伊缀甲怎啊袂喘气，还是安怎不过即个事件，咱知影讲引起美国足侪州到30几州以上有遮个暴动。有真侪遮个暴徒伫迄个中间讲趁放火的时阵安怎抢劫啦所以一寡大型的商店，包括即个 Apple 包括苹果的即个店一寡手机嘛拢互抢去啦不过你知影讲即摆科技有真厉害啦遐用抢的即个手机透过卫星的定位你若拍开迄个手机伊就甲伊做一个警告，讲即个已经锁掉的已经追踪警察会接到通报所以一般抢的人伊就毋敢去伫遐来使用啦
不过咱有当时会想讲科技哦，哇，真正好神哦，啊像神安尼，科技那像神共款呢，敢是安尼？其实毋是啦吼，伊会通找到遮物件，总是科技无法度伫遐来找回人失落的人，甲迄个失落的灵魂吼。所以即个就是讲，只有上帝吼，才会通做。科技无法度，互人伫迄个软弱中间伫遐重新得到迄个信心。圣经甲咱讲，互咱知影上帝伫伊无恶正的事，只有耶稣基督才会通伫遮来帮助咱，互遐个要失去勇气的人伫遮重新搁徛起来。咱真遗憾，就是讲伫昨暗时迄个高雄市议会议长吼。我有去了解迄个资料吼，是到底是因为啥物？检测伊进前嘛小的嘛有一寡中风啦，当然伊个人一寡行事为人，咱无啥了解。不过你有哪看伫伊伫做议长的时阵吼，迄款的凶猛，总是有人嘛有迄款的失落的时阵，总是若无上帝，有当时就是行迄个绝路吼，因为压力。病痛，检测互咱选择即条路吼。我想伫遮要透过一段的圣经，互咱知影，看见今仔日即段圣经，上帝透过保罗、巴拿巴伫行遮个奇妙的事，互咱知影讲，咱要来认捌你所倚靠的即位上帝、即位神，到底会通帮助你，互你会通伫你的生命中有一寡遮个奇妙作为啊无？像拄仔咱所唱的迄首诗歌，祈祷会所唱的诗歌安怎？啥物？咱搁三甲自责，对无？同心合意，奇妙的事就要成就，就要发生伫你我的身上吼。耶稣嘛有应许讲，恁若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祈祷，我就要应允恁的所求。所以，互咱透过保罗、巴拿巴因的服侍，看见讲伫遮个失落的人，也是讲。出事就软骹，这表示啥物啊？表示伊捌徛起来过，表示伊捌行路过无？拢毋捌呢。一个足困难的即款若要叫无主啊祈祷我就讲上帝你怜悯伊若无迄个真够野的信心，要为着即款的人祈祷，讲互伊搁徛起来，这是比登天搁较难，对无？总是伫迄中间，咱讲信心。那个稍微有回音监听喇叭稍微帮我关小。伫遮要帮助咱看伊讲，迄个徛起来气力是对倒来的，互咱知影讲圣神的权能。神伫初代教会有遐尔啊大的气力，甲耶稣所回应讲，我应允恁有圣神的气力，恁若靠着我的气力，恁要逐所在去传福音。所以透过保罗、巴拿巴因行去伫迄个无共的文化的中间，好亲像咱伫基督教的文化领受，总是咱要将即个福音传到伫无共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也是民间宗教信仰文化，有简单无？无介简单。因为保罗因嘛看伊讲，伫迄个罗斯德即个所在吼。无拢总希腊话伊阁有本身拄师会甲咱读的圣经因用啥物款的话来讲起？有神降临充满哪像借着人有神的同在安尼用啥物？如果尼的即个话，表示讲伫迄个城市伊是足要紧一个城市，总是无有所有互伊完全希腊化，所以阁有无共款的文化。对犹太的文化，你要安怎将即个福音传到伫遮个外邦希腊的文化，过来有如哥尼的文化，这是足无简单。好，亲像咱要将福音传到着，有伊背景对细汉就拜遮个神明，拜妈祖、拜观音，即款的文化，伫一世人检测伊年老60、70岁、70、80岁，要改变伊有困难、有简单无？无简单对无？总是上帝奇妙作为，会因为安尼伫遮来改变人，亲像今仔咱所看即个软骹的即个人所以咱来看讲回顾者我第一场问大家拢
大部分拢点，为虾米？拢即边入去，迄边行外安尼吼。所以伫遮咱大概了解讲，第一次保罗的宣教旅行对地开始，对安提阿，这安提阿甲顶悬的比西底安提阿是无共款的哦。这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哦吼。旧年兄弟姊妹对我去的是到伫迄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安尼吼。好，所以咱看讲回顾者，伫即个旅行到伫今仔咱所看的路斯德做第一遍旅行报道的结束。伫即个过程中间，咱毋知会当记得啥物款的代志咧吼。对西流去撒阿米吼，到伫帕弗，伫迄个帕弗的所在有发生一件重要的代志，就是有一个称作巴啥物。巴耶稣吼，毋是巴耶稣啦吼，迄个巴耶稣的意思就是耶稣的囝迄名的意思吼。总是保罗伫即个所在讲，你即个魔鬼仔囝吼，伫遮责备，结果发生啥物代志？青迷吼。了即个总督需求保罗伫即个所在，扫罗开始改名叫保罗。牧师有讲过讲，甲伊迄个列丁文的即个名。甲即个需求保罗是会通对话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因为行奇妙的事，互需求保罗即个总督有影响力的人，因为安尼来信耶稣，然后我相信透过伊会通影响搁较侪人。所以到伫即个别家的时阵，咱看即个宣教的团队，约翰马可内底毋知啥物原因，总是离开即个团队。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所以后来保罗对马可小可有一寡遮的心内感觉无啥爽快安尼吼。所以对别家一直到伫比西底安提阿，伫遮保罗有圣神的同在，所以讲道理真有气力。然后进入到伫会堂的中间，因听了足适拍，无你后礼拜过来讲完听好毋好？真好，因就伫遐搁进入，然后就真侪遮个犹太人甲外邦的信徒伫遮来接受即个信仰吼。不过对遮开始就一个困难，一个传福音的脱界，就是讲有一阵遮个犹太人吼，咱看因对安提阿开始，对以哥念遮吼，拢伫遮甲因对调哪像咧。阳魂不散啊，毋是阴魂啦，因遐活地吼，阳魂不散安尼对调啦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即个比西底安提阿，因感觉做真好诶工，总是有一群人伫遮来阻挡因，来诽谤因，吼。然后因就离开啦，离开到伫以哥念，以哥念伫迄个所在吼，搁较厉害，到尾啊吼。所属一寡遮个贵妇啦，尊贵敬虔的妇人人，伫遐起来安怎？要来抵挡阻挡保罗因伫迄个福音的顶面，伫遮较要紧就是讲开始要去石头甲因钉死，所以因就赶紧走去到伫即个罗斯德甲特别的所在，嘛倒掉迄石头拢炸掉的款安尼吼。到伫罗斯德嘛是，咱看讲互遮石保罗互石头钉甲强要死吼，因掠做伊死啊，总是无死。所以大概咱回顾者，伫伊个跨文化宣教的中间，要将犹太文化带伊到伫外邦。所以伫后壁，咱过来几讲，就会讲到伫外邦人要洗礼吼，要信主是毋是要有割礼？有遮个仪式的问题，到伫耶路撒冷的会议就会处理即个问题吼。这是后壁牧师会甲咱三甲其他分享。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伫迄个跨文化的过程中间，甲咱要进入到伫民间宗教信仰的过程中间，咱知影若无靠着圣神的权能，要叫人信主真恶啦，真恶吼。第二，咱看讲，透过伫以哥念的即个所在，咱看迄图正边有一群人吼，迄就是。即个犹太人吼，专门伫遮对调，然后要阻挡你上好莫信主，亲像即个巴耶稣共款惊社出的，因无毋茫人会通信耶稣，所以伫即个以哥念的所在，
以旧念就是旧年有对牧师去的这孔爷孔爷就是乐道的夜站就是迄个真要紧，伊是加列太省的一个真要紧的交通一个所在会掌管伫迄个交通的资源，所以伫遐有入去参观乐道驿站有一寡只拱门迄款的装置若有去的可能小可记着。迄个就是孔爷，就是即摆讲的以旧念咱的圣经讲的以旧念。所以伫遐咱看讲，对即个所在，保罗、巴拿巴因分享即个福音了，哇！这另外一阵，遮犹太人就搜索，然后唱反调就像伫遐甲因徛伫即个对立的即个地位然后就分党分派。所以伊讲伊的，我讲我的，即有当时伫教会嘛是安尼有当时咱真细记你甲我较好，你甲我较好，所以变做无形中若像分派变这是保罗伫哥林多教会也是其他教会伫遐咧提醒讲为虾米爱同心合意咱爱同心合意软弱的人勇壮的人爱担当软弱的人软弱，咱爱安怎彼此接纳，互相赦免。总是即阵犹太人就是要对立所以搜索过来要用石头甲因钉安尼所以因甲走去到伫今仔日咱所看的即个罗斯德即个经文内底即件代志就是当伊伫遐做一个真要紧的讲，看去一个出世就软骹的拄仔讲伊毋捌行过，伊毋知影讲行路是啥物款的滋味因为即摆你若无法度行的时阵，你会感觉安怎？你有迄款的经验无？捌无？有嘛？我有一遍就是种闪到怎啊袂行伫面前无法度行，无法度振动你若知影讲迄款的袂行会艰苦啦这陈长老你有感受即马变离铁管安尼我想无法度行伊的骹车好我想伫迄个病床的中间看伊迄款的艰苦的表情，我无法度了解伊的明白，为什么？迄是伊咧听，毋是我咧听。总是当你家己听过，你若知影讲，哇，原来是迄款的滋味。所以有当时咱无法度去体会讲人的困难困境的中间，就是安尼。所以上帝透过无共的困难，保罗伊就伫迄个困难中间，伊咧讲，我有几遍去用石头钉，然后拄着迄个船难，拄着啥物款的危险的即个处境，所以伊才会通了解，足无简单的所以较早伊伫遐咧迫害基督徒，甲伊互人迫害过程中间，伊就较了解原来是遐尔辛苦。所以伫即个罗斯德的中间，伊看见一个出世就软骹讲道理了，伊对即个变碎的就讲软骹的人讲，伊看见伊的信心当然伫遮咱有看伊讲，迄个人叫伊徛起来，伊就徛起来。这是圣神的关联充满伫即个软骹的人的身上，遮个人就开始安怎讲？哇，即个是神明咒书，也是希利米。希利米就是可能保罗较贤讲话啦巴拿巴可能看起来较老所以甲称作是即个咒书是万神的头人安尼头神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因称保罗叫做希利米伫遐就是讲伊若像做讲话传达即个信息安尼伊讲有神明借着安尼降伫人的中间，借着人的形来显出我想伫台湾的即个民间宗教信仰常常嘛有即款的就讲你咧跳动的时阵，是毋是有即个神明附身三太子，还是讲啥物话，就开始讲迄个囡仔话等等安尼即伫台湾的民间信仰，咱常常会当看到。伫即个罗斯德，因有另外迄个卢哥尼的文化伫迄个中间，所以当遮人看见讲保罗行即个神业，互咱回想到伫使徒
行传的第3章，保罗是毋是伫水的门头前遐讲，我金银拢无，我奉拿撒勒耶稣人因名叫你起来，伊就起来行跳安尼。共款咱看讲上帝透过保罗伊行即个奇妙事，人就甲伊当做神伫遐来看待。所以伫迄个扰动的中间，咱看讲，毋是啦，我毋是神啦。那一般咱互人当做神格伫遐来咧看待神，我毋知影兄弟姊妹，咱会安怎做神嘛，也袂歹咧。互人当做神啊。有当时咱会检在台湾的信仰内底，就是安尼咱足久之前有一个姓宋的几粒的咧，宋七里会记袂？真侪检在哪像伊有迄个神力，所以人就甲当做是神明安尼来看待。讲佫有啥？分身啦，对吧？佫有分身啦，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保罗伊真清楚伊的角色是啥物，所以伊真清楚伊的位置、伊的角色，所以伊跳出来，伊甲因讲：我毋是神啊，我是人啊。只有即位神才会当互人重新徛起来。所以伫遮咱看讲，使徒因伫因的传福音对比西底、安提阿，一直到伊哥念，然后到伫罗斯德比。过来后来咧传福音，即阵犹太人拢对调调，然后千方百计伫遮就是要安怎来阻挡，互人袂通听到因的福音。总是咱看见保罗、巴拿巴，特别保罗愈宣教愈坚定。不管伫罗斯德伊用牵甲死分去，伊佫徛起来，然后佫入城。兄弟姊妹，如果若是咱的，可能若是我爬开紧走一队。陈克敏遐，陈克敏老师遐，看迄个腰有走去无，还是颔棍有歪去无安尼这用牵甲半小时，爱先去急诊啦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保罗伊徛起来，佫行入去城，然后佫入去到伫特比。咱知影伫宣教的过程中间有真侪遮宣教师，如果亲像保罗相款，遇到遮困难困境的时嘛是安尼愈战愈勇这嘛是伫帮助咱要哪学习咱做下读这段圣经来。阮团伊用大样的智慧苦劝逐人，教示逐人，要显逐人踮伫基督来完全，为着即个我着我。叫伊出来行伫我内面的光阳来成就，就种伊原来就是有上帝圣神甲伊三个同在，所以伊当有气力伫遐来成就。伊伫路尾人生的路尾站的时阵，伊伫教即个提摩太伊伫培养伊好像属灵的囝，后来诚做以有所的主任牧师伫遮咱看讲，伊伫教导提摩太。甲伊讲你传福音的时阵，着爱用逐样的即个吞论咱做来读来，着传道理，无论得时不得时，着专务以用百般的宽容、教示来责备、警戒。保罗有足侪经历所以伊伫遮伊用伊的经历来教提摩太即个少年的传教者。伊知影讲伫牧养的过程中间，足无简单的伫半暝有当时阿某冤家牧师，牧师，请你来排解一下好毋好？我毋知捌讲过无佫会相比讲，你叫的牧师较早来，还是我叫的较早来我甲张落落去有当时听到安尼，真正毋知要哭还要笑安尼所以有当时足无简单，着讲伫牧养的过程中间要安怎伫遮来管教警戒、劝勉，也是讲安慰。姊妹伫遮咱有看伫初代教会遮的使徒因无论遭受啥物困难，是因为圣神的观念跟啥同在，所以互因的火袂花去。有当时咱伫服侍过程中间遮小组长有当时若无圣神的同在，会火会花去所以咱望做伙伫遮来学习，要哪代替？为虾米咧？为着今仔为着第几区咧祈祷？
讲7区啊、8区、第8区啦吼。咱区长甲小组长拢伫遮吼。为啥物要为因祈祷？就是讲，互迄个圣神的火袂花去啊！有圣神甲因啥同在啊？所以我去参加其他的小组，听去关心啊。即家哪会拢无来哈？可能是因为东港一句话，就怎啊无来？但小组长就去关心，慢慢去化开伊的心哦。兄弟姊妹有当时会因为一句话影响着全家失落一家。所以小组长最要紧的，圣神甲因三个同在，才有迄个气力起来征战哦。伫18世纪前，我毋知咱捌看过即部电影无 ？Mission， 中文翻译做教会。这个耶稣会宣教师因到伫南美洲、巴拉圭，也是阿根廷的这交界中间，证到伫原住民的部落伫遐来传福音，到尾安怎伫遐附上大家来顺道啊？伫17世纪，也嘛是这个宣教师正到伫日本咧宣教的中间，嘛是讲着因安怎伫迄过程中间爱面对这个迫害苦难，最后毋但是宣教师，也是这个信徒，拢伫这个日本的中间来顺道。咱来较少本土的啦吼，伫咱的台湾，甘伟林牧师捌听过无？无啦吼。如果咱有机会去白水溪教会，台南的白水溪教会，伊听讲伊头前有一个碑文碑吼，伫遮咧记载讲过去安怎伫遮宣教，拄着即个乡民安怎伫遮会阻挡迫害吼。有听讲，即个乡民讲，哎呀，即个甘牧师吼。拢掠囡仔，然后刣囡仔，食囡仔的肉，甲啉囡仔的血。即过去无了解即个真理可能伫外口讲，因伫内底咧主持圣餐，讲即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恁特别食就惊来纪念我。即个杯是我的血设立的吼，恁啉是来惊来纪念我。过去真正有即款吼，无理解、无了解的时阵即个宣教师即基督教食人肉啉人血安尼吼，所以就发起遮个乡民伫遐来做安怎抗争，然后要甲陷害吼。所以有呾伊个宿舍甲放火烧，伊走了紧吼，无就烧死吼。有一边就是讲伫伊个面床骹，当伊出外传福音的时阵，伫面床骹甲带迄个狗仔骨头啦，讲伊就是食囡仔的肉啉囡仔的血安尼吼，所以去报警察，嘛有即款的代志吼。所以你要看当时若毋是讲上帝保守走了紧就无命吼。马介共款伫即个宣教的过程中间，咱看伊嘛拄着真侪危险，传福音互人破屎，互人破桥，佫有侪即个牧徒要伫遮来攻击伊。所以咱有看其中最侪遮个宣教师因甘愿为着这福音来面对这困难的时阵，是有圣神的同在，圣神的气力甲啥同在。所以保罗巴拿巴，因为因伫禁止祈祷了，圣神甲因差派，所以对安提阿一直到伫路斯德，一直到伫特比，互咱看见啥物，一直拢有圣神的引传，互需求保罗这总督，互遮个人因会通伫来信主，充满着即款的信心。甚至圣经讲伫迄个中间有咧先知，我相信保罗伊迄个先知性、先知性。所以当咱看讲圣经讲啥，讲伊听道理了后，即个软脚听道理了后，然后保罗讲啥？我看到你内底的啥？因哪会啥有信心？是伊的面的表单吗？还是安怎？伫遮会通互咱知影讲圣神透彻万项事啦。圣神知影咱的心思意念，知影你咧想啥。所以保罗伫遮有领受即款的气力，就会互咱所咧讲先知性的祈祷，也是先知性的看见。讲你内底有啥物款的心思？然后保罗伫遮讲，你有信心，然后命令讲伊徛起来，伊真正徛起来。
所以正人就行一条嘛。所以伫迄过程中间，咱看会讲，迄个信心是互咱得到医治一个真要紧的啥困难。兄姊妹，有当时啊，咱无迄个信心，你足侪祈祷，检查迄个祈祷就无迄个功效。所以圣神会帮咱同在，互迄个变碎的毋知行路的滋味的这行起来，原来这就是行路啊，是一个行路的感觉啊。你若勇行健康起来，你也知影讲健康的可贵啊，敢毋是？所以兄弟姐妹，咱看圣神来帮咱，互即个人会通伫遮检查改善伊的生活。你知影，通常吼袂行人，因可能亲像伫迄个水的门头前伫讨食，伊无法度做啥物，伊只不过是会通互人伫遐光到伫迄个所在，然后透过讨食来过伊的生活。总之，你有看到无？因为圣神的关联，信心的表现，互伊重新徛起来，毋是重新啊，头一遍徛起来。头一遍徛起来了，我相信上帝引出伊头前新的路嘛，伊会通开始安怎训练，然后去找头路，然后去家己去自力更生。这就是新生命一个经历。第三，咱看讲，保罗因透过即个生涯技术，大家甲当做心灵，总是因跳出来三拆你讲，我毋是啦。我要甲恁讲的，就是有一位迄个至悬的上帝，即位就是会通帮助你，对现在一直到永远。所以恁要明白是即位，毋是我。所以伫遮咱看讲，洗礼约翰嘛是上悬，当正来讲，你敢是迄位要来的弥赛亚嘛？洗礼约翰讲啥？我毋是。佫有一位要来的是比我较大，然后我家己头会大，拢安怎袂牵得。咱看伫即个生命过程中间，因互人认为讲是宙斯是即个伊利米这是伫伊希腊神话内底有遮个即个因所认为的神明，有遮个神力，有遮个医治。所以你若看伫即个希尔米希利米，伊举一个权杖，好亲像咱啥伫希腊的神话内底嘛有迄个医治的，好无？咱像个蛇安尼所以另外，咱看讲嘛有迄款的即个希腊的神话的一个传说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会讲，有当时咱被当作神，咱会足欢喜。对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就有即款的性伫咧啦。所以当魔鬼撒旦化做蛇，伫遮会讲啥？你甲食袂要紧，食落你的目睭，你就亲像上帝。迄就是安怎？想要做上帝啦，敢毋是？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会亲像上帝来分辨好歹，所以就甲食落啊，食落就犯罪。所以有当时咱想要成做上帝，要亲像上帝相款。所以圣经内底，无论是洗礼约翰，也是即个约瑟讲啥？甲伊兄哥讲，我毋是上帝，我敢会通代替上帝嘛？无。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咱看讲，伫咱的信仰内底，就是要尊耶稣基督最悬。所以伫做见证了，咱拢会常常会讲一句啥？将这个荣耀归互这位上帝。保罗嘛是安尼甲因解说，甲因介绍讲，恁爱认捌是即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啦咱捌看过赛利七甲人举手咧，拢毋敢举手，就知影讲你我细汉嘛是有捌看的这头人着啥师傅叫啥？阿贤师台湾就是民间故事，看久就变神啦。所以嘛有阿贤师的庙，你知无？若伫捌你去旅游的时阵，你会经过一间聊天顶这迄个五六天广告常常咧聊天顶传奇对，兼卖药广告，广告久了，你若看去捌你嘛有聊天顶的庙对无？就开始拜头一个唱夹的啥物啦？李斯科。所以即摆李斯科嘛有庙人喺遐拜蒋公王爷做你也看，台湾人就是足够造神啦所以伫遮
伫遮来拜遮个神。所以当遮头人、后人，大家甲做神，伊嘛感觉袂歹咧吼。所以后来咱看有真侪遮个受奉立，也是讲做神。这是台湾文化，是讲华人的文化，常常会咱看见。所以圣经要甲咱讲的意思，就讲咱的身份就是要互人认捌上帝。咱做一个和平的管道，互人混乱的过程中间要安怎伫遮和睦。所以圣是要帮助咱传耶稣，毋是传咱家己啊，毋是传咱家己的牛。所以见证后壁就讲归荣光互咱的上帝。咱来看一段影片，最后看一段影片，可以另外开啊。这是最近吼，咱看侪发生吼，对迄个弗洛伊德的代志了，受分对立，总是福音来就是要，互人安怎彼此来接纳下面。白人跪落来，伫遐遮个黑人伫遮来会师的。Father, we ask for forgiveness from our black brothers and sisters for years and years of racism, of systematic racism. And you are the God of reconciliation. Not only do we receive their repentance, but God, we repent as the black community for holding unforgiveness, for acting out of anger. You brought the thunder and rain today, God. Because Satan takes the hell today. Father, in Jesus' name, you get the victory. Father, we ask for forgiveness from our black brothers and sisters for Father God, failing our own community at times. For God,虽然这空中总是有这个基督徒，也是讲这个起来做伙伫遮，这个感觉受歧视、受暴力对待的人伫遮来会师的，彼此伫遮来接纳。这个冲突，咱需要有主的福音正义，才会通去解决人甲人中间迄个对立甲仇恨。有当时人检测别人对你讲一句话，伤着你的心，总是当甲伊回释的时，你是毋是要接受？你是毋是会当赦免？还是你一直气伫心内，扣分毋插？兄弟姊妹。耶稣来就是要担当咱甲人中间迄款，甲上帝中间迄款的隔膜。所以，但是咪透过今仔日
这段圣经咱知影，魔鬼来就要偷、要抢、要毁坏、要破坏人甲上帝、人甲人的关系。当然，咱诚做上帝的囝儿，咱免怎伫遮诚做和平的使者，彼此接纳、彼此来伫遐赦免。福音就是要互人看见上帝，相信上帝的权能。所以，当你有信心，就会通亲像即个软脚的人，重新去经历。我毋知影上帝要互你有新的看见，还是新的即款的稳定。第二，咱要透过即段圣经的回应的，就是互咱知影讲，上帝要爱万人得救啦。所以上帝也透过你我，诚做是一个管道，要引带人来到做面前，同伫即个永活的救恩。咱做伙起立，咱来唱这首诗歌吼，这首诗歌免咱伫遮来回应主的恩典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请你拯救我的心艰苦你拢知，请你用你的话拯救我。我情的地，我安中，你是我心内的根，你安慰领导我，互我心勇行。哦，主，请你拯救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请你拯救我，请你拯救我的心艰苦你拢知，请你用你的话拯救我，你若就你是我靠近的盾，我安中。你是我心内的根，你安慰领导我，互我心勇行。哦，主，请你拯救我，地路上，你是我脚前的灯，我安中，你是我心内的根，你安慰领导我，互我心勇行。哦，主，请你拯救我，你安慰领导我，互我心勇行。哦，主，请你拯救我。咱做来祈祷，祝阮人生的道路检采有坎坎坷坷，也有顺境的时，你拢无离开阮。你用你的话，诚做阮的引带甲安慰。主要是失落，也是坚强，阮拢需要主你的同在，互阮搁重新徛起来，来行伫主你所要为阮备办的道路。较要紧帮助阮遮的无道的朋友，找到一条永活的道路，互伊用信心徛起来，然后行伫主你永活的道路。愿主所愿通过兄弟姊妹诚做你遮的世间人，你来设立阮诚做你和平的使者，会宣扬主的福音，互阮每一个人会通同伫这个福音的好处。愿主所愿，互阮所听的存记伫阮的心内，会通诚做你施恩的管道，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请坐。
一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全能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搁一摆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学罗你。主啊，求你来赐福阮嘉南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诚做你福音的出口。即时，阮奉献阮的时间、金钱、才能，要来做你圣工的路用，求你教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即是请牧师来报告。咱来介绍头一面着咱中安做的敬拜形式吼，林玉下姊妹吼，伫后壁咱家己欢迎。过来搁有无？过来介绍头一遍吼，来伫咱中间的细囝吼。这文清长老的外孙啊，吼，来，咱做伙为着这细囝自私来祝福来祈祷吼，主奉你的名来到天父神的宝座前，我要祝福自私。伊是主你所疼的细囝，是你恩典的产业。第一遍你的教会，主你欢喜这细囝就近你，奉主的名来祝福这细囝，对细汉到大汉，满有上帝的恩典。你差遣你的天才使者，伫个四周围引带保护看顾，互伊对细汉到大汉，拢无离开主你的道路。也互伊妈妈会当直接来教导伊对细汉就捌主你的真理，伫真理中间，伊会当领受丰富的恩典，互伊关卡，互伊会通正做上帝你所使用祝福侪人管道。阮就将这个细囝交伫你的手中，将这家庭大大小小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来说，手出聪明智慧。愿主听阮伫你面前祈祷，
恳求靠耶稣的性命。来，照相。足乖。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咱有定伫下礼拜，咱要重新来开始这爱餐今日伫今仔日会公布大解封所以伫遮有真侪这个措施限制，会慢慢伫遐来解除所以伫遮政府部嘛会邀请咱。因为后礼拜开始要有爱餐，所以下昼1点，我会邀请咱做伙伫遮来摒扫这个地下城互咱后礼拜开始要爱餐有一个清气的环境所以邀请咱伫1点恁若时间会拄好袂拄好嘛硬敲出来安尼咱做伙伫遮来摒扫，牧师嘛做伙来摒扫7月初5咱会举行。第4次的圣礼典要设立伫6月21，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咱7月初4、7月11就伫9点到4点，要伫数控育教室来举行小组长的训练，有2个规工的请咱各区各小组长伫遮来推荐有上过小林家长的兄弟伫遮会通来参加训练登记报名到伫6月28咱伫后礼拜有即个亲子的关系彼此的一个讲座透过桌游提升亲子彼此的关系即个黄头明老师会过来咱来看一段影片大概3分钟左右。医生也提醒了，现在很多孩子喜欢闷头玩手机，没有遗传因子的人也可能开始不参与社交生活，引发更严重的社会焦虑症。这个上进小组，给他慢慢回应一下音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也能看见。上这课之后，我学到发现自己的情绪，然后还有他的需求。之后呢，我就慢慢调试我自己，然后让他可以在他的自己创造力的那个游戏当中成长，然后我也可以慢慢的接受，就是我曾经那个不行。有比较对，因为玩球他很有兴趣嘛，就是在这个玩球过程当中会比较主动比较变得比较积极想要去挑战，想要试试看这样子。老大就是原本第一次根本就不愿意参加，就一直在旁边看。可是后来发现其实根本就超好玩，所以他就很爱这样子，然后活动的那个参与度就很高，然后很认真的集点，因为可以换礼物。这样子你都不会那么喘那么累。这拢来培养因为有当时倒脑正脑的发达拢无共款所以帮助恁的精神进步。不过这老师会骂家长所以就我这是真好的一个后这家长拢会通自我去调整囡仔要进步。每一礼拜，咱有这个
天主的一个活动。好，咱因为迄个影片才有8分钟吼，所以人看到尾啊，不过会铺伫一寡遮个群组内底，互咱会当去看。咱厝若有遮个幼婴吼，有遮个国小的吼，拢会当家己出来伊会教咱家长安怎教育，嘛伫教育家长安尼吼。好，另外吼，迄个生日两讲来吼，咱的7月20到25开始有夏令营吼，一年一度的夏令营要开始啊，已经报名超过一半吼，所以咱的主题若未报名的吼，请把时间6月15进前有优待介绍吼，6月30进前若额满100个就无搁收吼，所以请咱的囡仔若孙若未报吼，请咱把握这个时间。6月受请请咱徛起来吼，6月6月首先来咱来祝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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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感谢，咱做来祈祷。主啊，生命对你来，这个生命是你永远要丰丰富富。愿主你所阮兄弟姊妹特别这个月的受请，互因伫生命中间领受你满满的恩典，也成做你施恩的管道，来分享你的听，你的福音伫因所接触的人，赐因心身灵勇行灵魂体形成，所做行通顺利，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请坐。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咱做伙来读两遍来，就大声讲起来，双脚徛正挺身，迄人就跳起来行。使徒传14章第13个一遍，就大声讲起来，双脚徛正挺身。请咱做伙来吟祝福诗歌，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线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恳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到步，假使我的行行必是正，暂我答你遵守你该约，我伫黑暗中做愿主耶稣基督你的救恩充满伫阮中间，也互阮成做你施恩祝福世间人的管道。天父上帝，无论是啥物款的环境，你的听拢无改变，用你的听继续来引带阮人生的道路，互阮会通因为圣神的同在感动，勇敢徛在传福音，也是勇敢来相信主你的救恩，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下礼拜到遮，愿上帝祝咱一礼拜拢充满稳定、平安，彼此来祝福。